多，喂，都嘞。我去多的，你看下边啊。那些说大陆不是开车不的，这左的开的是说呢，但俺就本来下边说呢，路中了嘛就开始一江边各类因素，但俺这说的相对上呢，他那这样相对上呢，可能推送的。七八步的小弟给他们讲过了吧？开始看到是说呢，引起这部这个下边因素呢，引起改变不经过下边因素呢，可看来说那么就可有的话了呀，你看来是说它引起大吹的真的，可看是说推送到都是马上没因素呢，就开始人性写信了啊。体验对真的，今年是哪部地方是拍的这个这样的。那按照那么久呢，他弄不可给设备因素呢，这里厂嘛呀，他打这个的兄弟看吧是说呢，也不节目些，这边呢下说呢，好了是啊，其他动作的看来是说呢，一当他说，现在不是了，动作票这当的看吧是说呢，这个什么设备因素呢，这当早就写过了吧。体验就是呢，大多数兄弟们是这样子检查了有的是，因素呢，这几个社会的因素呢，我来看吧是说呢，这是这个是，今年看吧是说呢，大多数兄弟看吧是呢，你最大的先决的是，这个的人没有。不是说拉去，有关注。全部他刚刚是没有。다다 야구라 맵당에 세브랑 쿰드랑 깨자데 체베서로 엔데 책임모도 예배에서도 OK，等到预备，等到都最新呗。这就现在还写信嘛，生活这个了呀。你现在然后就得找不这些。长不长嘛，对吧？네 가르라 거르스나 답도 리비 시샤베 돈이 깨지셔베이나 아니 계기 당대양 가르쳐베네 시샤스 찍샤샤베나 먼저 난다고 말했던 거 싸바시 계수고 말했던 거 밑에 당 조된도 지기요 지금 먼저 니 기라 그게 심주는 게 진짜 그래 그 심주는 게 진짜 심주가 메다 땡에마 저기지라 디스캔요 여러분 아네 다다다 텔레가 텔레다 제 자기 되기라지 제가 제 이네 용금이 동안 다들 이거 또디 자주는 망아 표시된 거래 책줄 망은 거래 아우 다들兄弟 자주는 가서 좀 개체어래 책줄 개체어래 다티 다민다는데 소소 시그로 캐버렐 시에서래 시그레 시그레 담다래 다티 디디 마인세게 타치도 내가 소송을 해서 사비 다 제비 시다로 나를 원해서 사비 소나 디 기타스네 자주야시 디 나를 소송을 해서 사비 소나 자주디 카라스는 kum시기 게임베다 남주 발라 아무 컨주 가면 손다랑 안주 다 충분히 랜드 체제 이정신게 카라스 소나 다给托了呀，看来是说呢，都是差不多的。人家吃酒天呢是啥名说，你打着这个平时当我吧，按照一个嘛破标准的，但你一个破标准的，按照可给的住嘛，对吧？然后真的，其实真正你看来是说，我的梦想的看来是说呢，家酒的在看吧是，看你写别干事的看来是说呢，偏嘴的呀，我了打吹不出嘛谈，这今天一个破标准的，咱按照他这当时呢，这里工作当个月嘛的，一个成本破标的，那么做几不几干的吧？对。那个能怎么想？你现在开始了点名多了。你打探的票给那最大钱的钱呢？这是个，到时候我现在给改的呀，他别这样的，刚来考不多，第来怕现在记了够呢，第四来他们这什么上去多，但那当大钱呢？但那当然才啥呢？这当才呢，层面大看的，但这当才呢，这民的熟悉们这面上，龙个就难了呀。这当才呢，也切说呢，就有这个的生多的。哇，对。按这按照所说来说，给贴多的，按照这当才呢，可是了我的，按照。最近就年轻人就往嘛是，年轻人就面对这呢，看来是说，那么就偏执怕了呀。但20设备呢，巴拉阿玛一年的，古语一年的，这这个就不了吧？但这里开始看呢，但你看着是怕偏累了吧？他把都是过了呀。你对吧？看来。
维基百科没呗？啊，电脑了对吧？他工作的我们那专门办银行嘛，说这刚才呢工作地方区别因素呢，这些呢我给节目的不离门路结果的想。但这譬如啥子看呢？第二今年这些学校先大了，你就开始读。这刚才呢， Karen. 코나니. nga tes jogo cheso ani chirani songsho nge te nga de nga de lega tsara nga joyungo nga tanda chu jogo ye chulo stogo ye siri. Okay, please wait a minute. Okay. 那是。 Alexander, 你这样说的。Rolling 不让给了单的对的。藏语的语法比较特殊，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框架，在方语级别不可能全部精准什么的，全部精准。这方言，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那些方言可以说是最正宗、最怎么说呢，官方的一个语言吧。对吗嘞？哎，我那现在没那些给做了吧？是吧？这那些哪了呀？大看了过来的，这当前呢，体力看是。 体力看是我呢，长么冲大动作，过应这点子，我呢连续听着，必须去给的民族的。你看那个送那些艺术的动作，开始特别大的因素呢，忙起的，没得从来的找钱了吧？从来的找没这因素呢，但马咋的有嘛的吧？因素呢，的工作做给人家给他看的结果不一样的，忙起他们的看的透过这个没些人家主动啊。对。 他看艺术的，这郑州前面说呢，俺体里看的，看给看的世界藏文语法日求的，他刚刚说的是，我才头一次知道。哦，这里我的譬如艺术对吧？你们的，在这两个现在艺术的按照的来把的给一个让给的，这大的给了点干预说的。啊，这用嘛了吧？没得几个嘞，才下面说呢，给他一个你个姑姑了吧？是吧？ 而且其实第二些一个没民说呢，呀，看到他这动第二个自己做了，但这里开始成牛米里边那些下民说，但俺就普里的价差的，那新疆的当做拉扎东西，当时呢，其他拉扎有几类？新疆的哎。这当时呢，公司这个忙些样差多的，先工作年代上，俺做年代几个来的，工作俺做你们大家听到些说那努力的。 是吧？工作努力是吧？中东的对吧？这，因此呢，他这里开始就有团的这边说呢，在这哪里有下说呢？工作这个梦是地方做来也不懂新疆。对，他的你看是第二的是，新疆是那边说工作确实蛮多了吧？俺这普里是对普里一边说给几个的来对外讲个确来记了吧？俺这怕你这是超过几代一边那是多，俺新疆的那工作人民的联盟不有，确联盟不有，给联盟不有名在，就是给朋友给加拿大，你讲俺是大钱的地址信用的。还老了，那早地里他年就忙不下了吧？和新疆了呀。可能年就都忙不下，工作年就俺做来忙不下这样的。这个维稳些工作。 这个政策比较严嘛。对。我第一件给你的。工作呢，他那不是多工作，你这酒店单真的清不了吧？那广大认真单这不仅是他们的问题吧？俺这个广东这个宾馆的这绿真的好像也不让我们住，我遇到过好几次了。我普里来的几个多哎。普里来几个多，他们说名字长的话就不让住。对哦，俺那这条纽约的忙才的新疆普里人经理才，你知道哪些图？啊，那是啊，普里普音个些啥说，但可能这是出国要上这么重的，看旁边的就我们多宾馆哪老呀，中国哪老呀？那看着这当前呢，你最近忙些俺广州土著，上海了俺就像俺落初对不对？陆军的，哪来是初中的、高中上对不对？听着通用没？ 广东的排外差多，感觉。那啥的，普里的普给他被大家去当，这普里没开得起我来是，肉零钱给钱呢。为了传承藏语，这就是应该说是。但你那是啥？比如说，他体力开始特别说的，他心脏都是哪里？对。这刚才呢，对吧？他这俺这朋友给谁去教授啊？土林木经济的，可以教的必修呢，选修多了吧？对。啊，第一个了呀，他看，俺的这是师兄给广州了，
슈투스 제겐데 용그레 삼스테 아주 뷰티야 빨로가 이제 밀루아 진짜 다 잡시요 마以前的当年了蒙西多呢，年了怕培育的人熊的，按照了十几死了个钱呢，年了有些的，嘛他说的培育下的年前做些生意，他们来不过培育下的这个也不这个了，嘛穷顿起不那些怕培育也不这样的开钱不这些生意，可是去就呢给对给的人来边那路下呢，这点学的按照了吧，俺去就的呢年了价格了不大，要么那价格这个价贵呢。应该像地独家的这些生意，但是每人送的还是地起来的，按照新旧下了有些是吧？但培改这边的，他们这个问题现在是不过培改这边的，不用这些。现在杭州我们你杭州到我吃的就是看来是说的，俺在主播就是吃的吧，在那边嘛吃了做的。培育的看来是说呢，但那么就从陆军的陆军的这讲，这今天搞的讲面上，俺改成的是不是吧？他做的我那给钱，你大周的兄弟贵，价钱贵不了吧？对，你听没听过？但是你大周的肉熊怕小的，一培改就嘛些年培的大个那么多。咋看？做青藏路是哪里的？青藏路是巴拉的俺们劳动组，你不选举呢？这军嘛都有嘛的吧？他就青藏路是没因素呢。不会这个就是这样的，但俺这边家忙不是多的，那个不会因为学会呀，这当时呢不会那么就说那了这一样就这个。我这怕这可把个这东西都来白加个的。嘛，俺这哪对着呢？这个就这个，老啥的那专门因素呢？这个就不的。这波拉工作看什么程度？他可能波拉工作呀，但是长不长下些个因素呢？没这个多些出什么的没弄，是那钱的。对。做青藏路是的生活多，在这里那三年个不的，没些说的长嘛让没是吧？但你培育个也青藏准备看来是说呢，但因为培养让个比种看来准备特别呢，就同时说看就在这了吧？因为俺就培育没的根据话的看来起呢，看来是说双脚车个是特别大的，这个有点没得的，但那不是没那不的。这顶上的你的开始俺平常那不是没电脑了嘞，培育个那不是忙不习不嘛的是的，应该380的什么？工作到底了吧？也是的，那不是培育那不是忙不着要嘛的是。培育个参加的就是当做看来或者说主要原本这参加个些主给的，但当做培育了规给的，现现在了呀，你突然性面吧，咱们给大下路。对，确实。那上来给了呢，这引进民间重视且令人遗憾的是，有些藏族人都不太会重视和使用藏语日。但说的现在台湾这边因素呢，但这当时呢，但不加个呢，这他弄什么新闻了吧？培育的所有这新闻因素呢，做的。俺就培育的看来是团结起来个，团结像我你们的全部嘛的生活中的是那这边说，培育就让给上路。可对。这看来是说那这就是话，这路出给他什么的，不加推个的，松山俺们搞的了吧？这他提领他啥搞的生活，现在其他这哪了呀？看吧培训，俺们培训呀，二战如果这我忙过对不咯？对。这见别给这军里的，那个是不是觉得生活的？对。这里看上的各个国就是话，他这当然成了说是普遍看的是没的因是开领过是吧？他这个因是开领过是吧？还没这个来看清楚了，他是这么些礼物多。下边这个是上去，你。这里看上各个药水的上个的，各个药水的应该吃水了吧？对，都是一家人噻。对的，看吧，鱼的，这差不多是。你底下路边的车里的啥子忙不起的，抢是怕着我们现在就要个的是没办水军的，
수교 년바 라고봐 인제 지도 아니 태도 나로다 인제 나로 미망제 뷰리 망제게 인제 럭 말이디 뷰리 삼제 럭 말이디 인제 쓰리 nye phuyle lokso inje wa mari phigi phuyle lokso inje wa mari di phuyu khne re logora ta inje samno da ke chi de don de len ye chen inje cha sam ge su su pe de phuyu da phuyu pha ju kha ji de wona chen na thon da inje je phuyle la be sho go de phuyu mi che sang ge sam de ba ai ne inje gu du de kak ba da she ba mo jip che ngan ju long ba ne mari ngan ju long de wa mari slu du su su de ne tön be sin de chi do wa de sam jang ju samno de sa ji da sa ji le ba ka shi ji che wona chen phuyu nong ji ba 这做的说是开始培育做自行车，但培育的做培育在广义上的没些培育全部的这，人家做个那么久个做也可以，但是那边那些下面说呢，俺些个是这边，你些个是做自行，看到让看把差不多这边，让差不多做自行，你什么问题主要的吧？做的这差这个差的下面说呢，俺就说是那么久培育的对子呢，俺看把赢，俺长把赢是，俺这个说了，怕做培育哪里有啊？是不是这个的？对，但是起来是突然说那弄呢，说是培育营生个人没行，这生嘛的，但是拿了对的是吧？那怕就说是拿了的过好的。你上面第一开始说呢，你给这个量，你不是没给过的？拿了呀。 但这当时呢，这是我妈的，那个 M 这那就是呢，做kim张老师那的，kim张老师把那 M 嘛就没意思了呢。啊，这当时呢，俺就毛木的命那通了的，是吧？去通了吧？我那里。啊，看看你上面写明说呢，真的，他写图呢写，前面图呢真的，真特别我妈的，真的，这就吃个的，就是我妈的，前面。 在同他们这边说呢，真的看来是说呢，这些几个看来是呢，休息边说呢，他们的呀，干嘛呢？就对吧？休息么，米对吧？这个边能做那么两个月吧？米，层面嘛这不切，米人给国有上是这边说呢，看出民族极端主义多了吧？对。那是嘛的兄弟。那些个多的呀，给这些呀民族，你实些吧，那米是哪路的给中民族，但他那是往这里。 啊，特别嘛，但俺这敏感差不多那样的，这差多大动作那么的呀？那美丽现在这个培育呀，看来是说的这个设备因素呢，那么啥这个弄那边说些，那米看这设备该的，从那30吨对着呢，呀，人家没到30吨呢。对。我那当俺来拿啥钱就培育了，对你妈那培育也不是培育的，顶上培育老对的，你妈大钱那高了我给不起下，干来忙不多，我那那样是嘛啥什么不多。那就让。 这样这是个来看过去的，看来是说呢，建议的、英语的，可以家长讲究有这样的，可以培训嘛，我大名说呢的，别人下说呢，建议就当真的培训嘛，懂了吧？建议的看他培育就开始，做面这几个因素呢，然后对待下边因素呢，建议的乱点说主要的。我这当时呢，你从哪的土地路边什么的，其实从哪的穷。 像对吧？俺培育的那就老待遇呗。你土地路真起码的，你给一老待遇呗，是哪是多？俺当初他的给的比较像那他的制作的听不得，那你来得着引起着听的价格的多，他这了培育的多，比较像那俺女权主义是俺在旁边给往前今年这几年了不对，俺培育的女权主义是那么新百姓的钱，引起到那 feminist， 价格到那女权主义了个啦，我都是制作的。女权的，主女权的，女权的。哎，是，那讲的是过是吧？是。女权的。对是。那这里边是女权的嘞，我觉得30大名说的差不多那都。 但看到看这个面的米里呢的，实际领下了不然，你女权也推用多。那的让我当着忙被我那朋友给都是伢的不了，俺当的是朋友大家可能拿多了，俺感觉的是给的，你别的个说老当着忙我nem着想搞了吧，俺感觉的是给的，俺感觉的是给不到不忙不去年嘛对吧？现在当啊给两百现在去多。我的看来是说了，我培育的看来是说了。 俺培育的看来是说呢，在见面这当时呢，找不的吧？但企业的看来是说呢，女权主义他们的我完全能理解的。可是制作的恐怕的其实不是这的，我的封建主义呢的，那文艺复兴呢的，农场恐怕的也不是用过的吧？他见面因素呢，忙些汉族基本上那个步伐是跟上，但是最主要是没跟上那个嘛，那个叫啥来着？
英吉利亚开始冲不了不了，那个叫什么复兴啥？工业革命。工业革命 ，OK。英吉王就他没跟上那个步伐，其他的那些汉族都跟上，但是我们藏族一直是。我们自己想要说是封建主义社会的是吧？因此呢，人家都会说你是啥奴隶制社会是吧？他又落后一个等级嘛。对。按这三等就是呢，但其实应该什么前边因素呢？按照他这当时呢，中国的这个印度人呢，没些说呢，他在说是呢，艰难给三们看这里面的几个中国吧，他艰难拿了呀，旁边看来看这看过有没的，他们几个中国人的，因为按照三们电视正嘛的吧。恐怕肯定现在的他肯定不用这个路线，然后说呢，好不干了的，南山给看的时候呢，咱们大动作连队去这，可是是不是这么空白呗？这看到，你看到开始看到两个人的下面说呢比较保守，没动作，要电视冲击这个的。对，其实俺说拍个几早了，就对我呢，他拍没忙不这个干哪弄呢？后来怕人家谁不了空位的，俺这打完拿了拍个几早来不到，俺没见过真叫人那这，怕是根本没了真叫人那这，人家谁不着空间其他他们就拍个几早了。不过看这部片面的看来是说，在就看到看不了，这两个人呢，你看这么多，就是另外那种他看日式的文化冲击，看来说这在昆明边亚文化过了的。但这个我觉得不是什么文化的冲击，这是审美的冲击。在审美冲击呢，这样看是。哥特看啥？看哥特风格啥？看着就，我懂了呀，那个拿过去呀，是没？拿过去的去啊，对吧？俺才晒去吐着嘛，俺没些什么，拿啥呀吐有的，人普利个，这看来是切的这个的普利这些元素的，俺这身边拿了的这看来。上个第四个嘛，二次元色是没？当个讲是裙子蓬差不多看见的。可能总之他还看什么都，我是看什么就是太过那个奇装异化的话，就感觉有点是受到一个冲击嘛。但虽然是我在内地看到很多，你冲击的冲到俺那娃说公家队就来的没了老样语言嘛的。对哦，但俺没点嘛的，就蛮过生意那新嘛的吧，没说是到的吧。对。这做这个这样的，其实这俺做他这当时呢，年纪的用过了吧？但给他们咱们前面因素，年纪的汤因素呢，但。民族当年别国民族生活度，然后是那个每个民族呢，然后看中这点这个的，等现在还那个民族，然后是国家动作了，这是都是根本就是吧，然后每个因素呢。对。先给他全国全体的动作开始，他们制作给大党的各种老国因素的，各种罗本单子你好嘛，对吧？对。真正面临这个都生活。而且毕竟我呢，给制作我呢下来的，工作缺个结构是了吧？美国是呢，宗教国家的工作。它特别复杂呀。漏了。美国也不能说是一个纯的一个宗教性吧，它感觉特别复杂。其实还是宗教国家，就是如果你要说美国当地人，可能没人呢还是信基督教的嘛。可能基督教忙着还是做的是那不顾其他强势的不顾家的，可能去弄了呢养他被啷个去做了吧。而且等于那边的没去啥的嘞，大家在对了要嘛的，真的。但怎么的那个没确实已经没去结合进来，然后呢，对基督教国家这还是一个宗教国家，没去对的中个结合不是，看着要的是人家现在的啥，好过的也结合的，中国的社会面那是多，或者是那俺做东亚是没办亚洲个朋友的也吃上了。嘞，没去，那不是女权是吧？没人看了吧？你做的看呀。我说过来了，你就是说相当于这。我是极端女权或者我最女权嘛，就看的是呢，不顾他不顾家买不，不顾他自己些买不，这团队社会不看的啥，看到一个希望的东北下西，看到别的他才来研究这里极端女权啥的。这个我感觉有点过了是。那你那来啷个就对俺是配的，啷个这个就对啷个的，你这周围那参咱没太参给我的，样参咱老群参给我的，你那来吃咱给啷个的个做是吧？俺配给的来配就忙死我是对，可是个配给的公学个车我的是我的，可是个样的是老穷子去见这么吃是我的，
lemda le chabe ori la logo chinju le orba am mo che le no dosri lemda chabe mi ori dos jada dige chesan pa go sinye ori ngan zu bu pyu che su chingmu dong ngan zu pomo kha karin si che su che go res le de gong su su gyak bu sonye onje le orba dige lemda de orba yang pa dik zi logo chung zi nje che je nga mo chu yin nga da gram che tong ma song sa shi be yang min zhe orba ta kan da ran ge chen da ji quan li sen de gu de dang wu be shu go chobu di na lo lemda chabe yin ge mi ori la logo chinju yin ge mi ori吧激进的保守差不多这就了解是。我是这里开始，我就学习了快了呀。别人的是我嘛中呢，别人的是我嘛，但那嘞，我去人家极端差不多我嘛的，我们车上是能了，迪士尼嘛制作的现在搞的，我们怕就困着起来的，考不出来的用的钱，俺不过铺了迪士尼了的，但群众呢别的制作的个搭档拖不起这用个了吧，俺我们来好后边是那钱，我这是那话等下钱。也正常车边因素呢，没去年的，没去年的，跑去年的，做的几大主要民度。性别在主要前20名度，做的当晚的证件给没得主要多，就真的看来是说呢，他们南佬呢，因为下因素呢，他们人给忙起来给人给人推开了年的，控制那上面的经济民济，但看优点就是他们也是属于以前那种思想的一个继承者嘛，就他们会觉得一切都是听男生的，也有那些女生群体嘛，尤其是我们结婚了以后的话，你妈妈的思想都是基本上是往那个方向走嘛，她可能不会再怎么去强调那个女权，有些大部分家庭按照说那是当然的，讲些的言语啥些没别，婆婆这个啥的，婆婆干什么些的，婆婆成长之后都是那样的，婆婆头呢，男女权没有什么性别歧视，我觉得是性别歧视在每个社会都有，我呢没有别说过的样的，婆婆的不婆婆这个的，或者王者的，的样的。然个当的东西。这啷个不咋东西啊？民际性别强调这个问题，性别就开始说呢，大娃强调成这个度，开始偏美的啊，开始说呢，但开始权力NJ 国是开始说呢，女权主义啷个来，不忙我几个的这个多，夹着这个多啊，然后女权主义啊，反对这个的啷个来，不忙多啊。对。做的呀，开始说呢，支持这个普达朋友看了是说，因为咱这个做的开始说，大娃开始这个密集面的也话进度嘛。对，这种没确实的是来不得的不碰，看见俺给是不是哪种没呗？你真的嘞，这是不是温度什么啥都，后来是朋友让我当在打上拿了，朋友我呢往这的马不着，你俺这当这电视给就给对的，顺不给不钱这钱呢，我呢。上不大嘛，先别拿话的是多。你记住个嘞，婆母是开始让我呢，婆母引进没这个，婆母在这高一了呢。你平常嘞也不约吧，就不也不约不动嘞，人家不搞本这的多。你平常不铺了对不铺开的是呢，他妈妈天天的，才那么多年，大概是这么真正嘛，先见习过不铺的样，在这里是个吧，不铺的婆母才见我的记住的强嘛的，要求我的。没去给你没去是的，那在开差不多，但看到这个的女权那边因素呢，按照朋友圈的下面说，你最做的看法多还是说呢？但跨民族婚姻是什么呗？你说的对，对文化的容忍度高，你说的这个也对，现代化国家也对，但是它确实是个宗教国。这个是哪了呀？的。我觉得这个女权的一个就争论点，基本上库洛达动作的也不是也那个争论点主要不是在库洛那衣服的那个着装上面，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就是有一个女权的什么对立情况，基本上都会出现在一个跨民族的婚姻上面。如果说你这时候就会男生就会显得特别的强势的，他可以去接触别的民族的女生，然后没人就会骂他嘛。这跟汉族一样的，汉族给其他朋友这边因素呢，不能够给开那么多啊。那开始开始说呢，咱这个开始呢，但你们能力这边呢的其他这边因素呢，难了呀，开始说呢，超门这个现在多啊。对，俺这说是来自开始普里，俺们那等到年冬时同就大概搞了普里不是的快点多，快是那到后来俄罗斯了多。评论栏了的兄弟时期怕别好好干时期不是能力多，普里我们这个开始去给没事啊，普里个什么这让普里没结果的，普里给的长个的呀马打我的是你的忙我能力多，不普这个。年前的因素呢，的按照普尔达的结果嘛是按这里做是，其他种子拿到了，我会看一些视频，就是的按照革命经济他留学这个做了吧。就有一个这样一个经，但不可能写因素呢，这里一个普及的，这个清晰啊，那今年没那的，金山也说过去其他朋友这样多啊，他没得搞不是这样多啊。
미리 값에 아니 미리 값이 범지 가래서 부지다 다 남주 참냐 집에 빠르진 데시 컨트롤다 가래 디 자도할 구동아 因素呢，第那个瓦里啊，真的呀，他会出现很多白男去批评这个女生的。按照种啊，那第三层就譬如结果呢，就买的生活度，因素呢，但呢，就的按照譬如团呢，往去多用多啊，上次让个视频他们都留着呢，第什么没？这边上次就看来，你不是在一个吃饭的地方，不是跟一个外国人在那交流吗？你自己应该也感受到了，你这样一个，就好像一个非常的一个对你的不友好。就是我可能是有点习惯，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留学生嘛，我是那个吧。俺做譬如阿家是给能力大，搞到当什么对。对真的，但俺做堂学上等就真的，俺做老师给我的吧，马达是俺做那个。马达那边的，可是让个大民说呢，这当时呢，让说解释的比较对个吧。可是让吃家说的，请不下民说呢，开玩笑的吧，让做怎么对个，可是比如说的让说解理解呢，让这嘛给搞到这当时呢，这强势上的的比例这个吧。可是比例这民说呢，可以做哪了呀？可不因素，但能力这民那种这个吧。那就还了嘞。但你这搞到这边呢，车上车个吧。可是第三的，做那嘛可不因素呢？你这当时呢，像就天上给毛问给考虑说呢，说简单的里，居然这个也上这老师拿这边。那你老师看的到嘛？你老早也讲了，嘛，那个这了中间很大有没嘛？那说是好活的，嘛那说是也处理介绍的，上面处理的的。就是那这样的，俺们那什么哪有的？俺就上些学姐之类，什么哪有的？具体现在还空嘛的？俺这个还空有，么就是对面的留学生宿舍那过一些的，你年么老师那接不起？他都那弄没的多，看这些那还得的，这军人也会有的，么那军教球的，那么这是老师给不多。他自己也是有一定的，就是他自己也非常担心，这速度过去，俺这不得，距离现在没漏了是个，那个学姐没让给俺漏住，那我觉得他自己也是有点担心，我那这个怎么着的？我也不知道，他非常喜欢那种，他之前就跟我说过，他非常喜欢那种欧美的。你这弄么那的中呢？军教起来的，可能是人家嘛那个路多，米线没么了，是米线没个忙是路会大的人家，嘛那说是不会的搞不也不行，那样子做个米大的给了这些了吧，身边人了吧，你开始他米不清楚就能按照人家是了啥子，那嘛那说是老早给就过干了的，你说这你做什么呢？嘛那个他们个得真交钱，那嘛那开始那就也过去重新，如果是重新按照我的就表达，落脚下的按照底下按照能推的按照连根线，那了嘛那这个车队按照你嘛那了一起的。真正起来的，也现在迪士尼或者30多。当然，我那些啥因素呢？这对吧？但上面俺也开始说了，你就是通用面站，俺那个是面那个这个不懂啊。这个上当因素呢，开始譬如他们去开始去改给的这个的，去改呢的，但你改名因素呢，你是不去改的，像改名的譬如他们当因素呢，我的呱是个是哪用的？因素呢，强势杀大接触的因素呢，我的人不民主啊，然后搞到人的这个因素呢，真的现在开始嘛的，然后说是忙给进来了，你就看来没给的，你说是跟着去做错了吧？那边那些啥因素呢，阿家的吃干的，那没得拿不到这开始强势接触因素呢，这明不让说是第几了吧？对，因为人家阿家了一起是让没拿多少。因为已经分了呀。那分是你看的都没分钱嘛，然后说是来到样记得写个题目面那就应该的明显的没得。但是当时呢，但他看了过，但你也明了没吧？明白了，你再看阿在的数学好过嘛吧？那开始那主的，但开始没让给我身边拿到了，开始那主的好过没说呢？价值没让就把几个生物钟也是呢。但你做的是，也是的是俺做，但你。抖音拿到了，但其他的譬如这个这多嘛，我是那多，但也是以男性为主嘛。其他是呢，对吧？看不懂的是，看不懂的普通中其他朋友这，但那看来上的这差这，抖音不懂这多嘛，问这。那光知道这个是这样的生都开始上的这个呢，看来是也过这个因素呢，按照我这下边就个民众啊。因素呢，但这当时呢，开始。就出现感情问题，分手前因素呢？如果它带来的一些后果的话，你一定要，你是成年人，一定要去
负责了。是。아직 그게 아니라 계속 아자 그네 주디 계속 다 계속 양인데 가서 솔직히 하는 부인내자 범인내자 솔직히 두성하지만 너저 마다 파저게 미던 거 말이 이제 그게 너는 솔직히 구두고 말아 봐다 미쳐서 어디 약부 총이는 삼자가 버린 거로 봐 어도 체제 어도 스트레스 근데 상담으로 먼저 제대로 쇼케이스에 나티브사 눈도 와 먼저 줄이다 미리 상담 찬스 기회 등등등에 망고 중요할 때 진짜 망고 슬럽게 매봐 다 게리 같아요래 아마람이 지게 미실 가보시면 쇼업래 디슈겐디 카르 맞다你说상담다 디스고다 게리 디카레서他们 제리 소소소소 링네리 야고 시부 인체 소소 범다 소소 미리 직배 범한테 시기하다 진짜 제비 인수는 콘소콘소야 따와 니뭐 시비 운동 하면 그래 콘소 게리 부동조 안간주 뭐 안주 필이 아니 주디 요 말이 있음도 다 간조 주디 출루 조 증거로 봐 대리소 미리 상다 제 계시다 찬스 개버 임버 샤샤소는 니가 남무선 게 출루 제 대비 인수는 카시게 요 말이 있음도 이제는 들이 가서 되든 게리 기타 사무에 쇼게 테브로 아주 군나라래 안에 총노다 사무인데 미리 상다다 찬스 개베 계시 범스 토마 인수는 이네 찬스 개보다 가라 직부 인수는 와데니 마무시나 시에고 리자리샤 다 할라마서네 가래 범디 찬스 뭐 여나 코나 베 범디 미스다 디게 능중네 제나 범다 안데 토르니다 디게 다 징니돈 다냐 부리데야 안데 갈 미신베 치게미다 펴보이나 아니 베드베 심도 깊지 네你这个有点过了怎么可能普利普恰当给你아직 야虚可吧虚了我说有时候啊有时候你要嘛这样子洗个子多아직 저거 더多的그래 그래서 주스네 왜 지금 러다고 진짜 왜大家好我说然后김장나我看他有点像那个内地的四川市啊，我们的往菜个从哪去读，哪来对对真的？我这啥我这边俺那我从哈洗个子不用来学夹去，是真的是哦。我也是洗个子，俺们老大或者这啥哦，不是，对，但是桃子味的热了，我觉得你应该是女孩子对不对？洗个子没洗脏，洗个子不洗脏也不好的是，洗个子其实挺多。到光啊，婆婆你给这些年你对，但不的给的也不认识了吧？你拉上来嘛。这个是明码我这个家暴就是但你现在人傻，你现在我觉得还是，我觉得我同意女生的观点，不是因为她是女生啊，我就同意这个观点。肯定是呢，家暴一般是我不辅导婆婆呢，婆婆忙起来。因为婆婆今年全部大家听啥婆婆来家暴起个多少的时候嘛的，最近的几天来了过来，只做个现象的了对，不是婆婆家暴起过的，然后婆婆不是家暴起来是概率问题，我们说的是现象问题。这可能是说呢，这军人嘛，人家说我呢，前面说呢，紧张，我得看他们的写个了吧？对，但是对啊，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不需要是让给看着同面的，让给。整个你对社会的理解，因为通那都开始让美国人呢，婆妹普通呀，婆妹普贵呀就通过语了，因为让给米制作或者婆妹普贵呀，因为让给第三个灯嘛吧，当年通过的大家是几年的生活吧，这道下来，人家现在制作的好了，婆妹贵呀的忙好的啦，特别讲给这婆妹老母对不起，我这掉的米些婆妹普贵呀，但有的用的。做的看了过来是说，那这个在哪块多呢？从事都不知道啥啥原因说呢？那这里开始做的金장랑了，铺起了呀，等啥个多了吧的？做个金장게 딱，俺做不啦，新不可以原因说，但那么两不啥啥原因说呢？电子做的听朋友讲来了吧？对。저거 되게 좀 많이 치료를 해야 돼. 아주 또 저거 니즈 견제요. 어디 식당 차리게. 근데 시기즈 내주 너무 싫어요. 어때? 아직 이거 저거 너무 싫어. 그래서 아니야. 저거가 근데 사주저디 아직 시유바 삼미디 주저다 gem십쇼스. 아직 시유 아직 팔링이. 아직 심하다. 저거 싫어다. 아직 시유는 통일해. 아직 시유 아직 예비딩이 칼리 큐노 거리 임돌로스. 미저다 한국산 로 이런 아저씨라서 아저씨 아직 이부터 니 그래서 카고를 님도 없어 한국 산시도 경성내 축구원데도 아주 전체세에 말다 지천에 가래서서는 능능래야 그 지구지 가래 아주 두루두산 직별이 군제 가래서서는 그러면 고자 동주 유두전에 이제 제가 가래서서는 팀장진 나와야 부부망고 유두전에 남아진 것도 말하면 줘요 알아 사실래요, 시계질래요, 참들래요. 지금 음식이 타고기 미리 산다 그래. 뭐 소다, 나시, 나무이다, 넌 차장이야 공식도.
俺说你俺说不这个说给开不上多。给读怎么可能是个老婆生？哪给读？我的是你，我的腿是啥？怎么样？后账我的是2个老公司的后账里面，要是谁子要叫他推送啊？但我们给他们小巧呀，我用的也过了吧？俺给谁俺都讲那个来考过的，迷你拉起过了吧？妈的，你刚他们这些金章几个呢？第开始打开来是说，那么几个人没因素呢？他普遍差那么灵过了吧？你们是刚才呢，他们的金章电脑了，往这些学术的用的，就在开来是说呢，开始出国小朋呢，然后说那些因素，普及一个开来是说呢，就联手在一起，可能就对付那个女生。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开始在普遍你了呀，那么几个人没因素呢，那么两个的他们说了吧，记得看到普强吧，就用过了吧？你肯定是，你就算是嫁给了几个人、几个男生，就是肯定你会有一个更喜欢的嘛。差不什么意思呢？俺就他过个，但俺就现在的你那样的，因现在那出国消费说，你就看他不是那样的，那么的不穷的也钱不有说呢，可是你钱这些就快点付钱的呀，出国就，按这样的，应急民济付的你个男的当家，那么的自动这用的。哎呀，兄弟说的很对的。那就读书的开始是说那样，这不这边不你个钱这边用说的，这当然是那么的那样，今天不家长个路线那么的，这开始说呢，今年就他们说这当然是那么的那样的。起落呀面说呢，可能首先这不的，呀面说呢，我对吧？俺就创作过来，那就他们。忙是不同样是对对，抖音的刚开始流行的一阶段的，那面对吧？抖音完了呀，你不讲这本的他们说呢，哎你那评论可是么是孤独啊？那强势给评论呢，评论可是么就提在，那他们的是对在呢，哎普通做统计，哎你心都能给读，哎这你好了吧？他这是老不的，但这我们节目呢，起落了，你这自然这些，你这旁边弄追踪，我那旁边弄追踪，你那当然就是你几做给打几，你这哪不打点呢？你不顾起落了这样搞，而且那不顾你动大家搞了吧？这个你们承不承认？看到这个年轻情的吧？做第零开始第零给俺做他推。今天的就个些推出一说的，新竹口里啊交新北口里啊交吧忙的，中北口里啊交吧忙的，第开始出现的这个做。中北口里第是忙没中过。你现在中北口里忙没了，什么做？就这开始说呢，大家是当时呢，如果忙起的内部修错些子，不但我们这当时呢，错啊些的忙没了，什么做新北口的，新北口的，那新北人说呢，新北的差不多呢，忙起起落了这。哪个菜还做了吧？对。西边的牛毛有说，那你平时给的矛盾的牛毛了吧？对。不是有一个人要上来说话吗？对啊，那你上来呀！哎，我去啥的？你上来呀！你又不连麦。你拉一下他嘛。OK， 大家啊，不会去的，这了面的上我来什么也不着。好了，看不上。看上。整体社会上来说，就是现在藏区面临一个男性占据一个主要地位，甚至就是我不能说是历史遗留问题，但社会发展程度的话，咱们西藏就是还是在男权为主的这个时代，无论是从
看来是说呢，那你他我拿到了呀，家暴的看来是说呢，朋友嘛多，普里呀车位牛的吧，俺普里朋友多吧，俺这从这那新闻的朋友们经常来看，那种的他会因说呢，从我现在这种忙学过了吧，你朋友样的学一下是，其实那普里朋友多不大，朋友不过了才啥因说呢，的确实是的，伤害这个嘛是吧？那第俺就特别喜欢嘛的，普大朋友说过的说过可能开始我的这个嘛是吧？我觉得看他普友朋友那里，朋友不一那里，这个是不是之前吉林那边不是出现那个嘛？好像是出现一个男性保护什么，就官方的一个组织。以前不是全国各地都不是有个妇女保护什么协会啊，是吧？刚好吉林那边刚好出了一个男性什么那个保护那个协会，好像是。这东北对吧？那种的很小，那普一年的、朋友一年的，在家暴的看来是说呢，摸不了吧？对。之前呢，这普友看来是说朋友家暴的，朋友不家暴是，引起民众当中到啊的看来是说呢，普大朋友讲的开国民主，他做的没讲开点制度。他这个现在开下去的啥？可能是几千年或者年了，引进民这老人的几千年或者是跟结好了吧？那都是工作都是嘛些啊，我们来保护忙起跟这些个多少保护你这里多少是那个开了我的，你们前上了这铺了，那下了吧？这老的讲。你那好，你这几多啊？你那好，你这几多的？现在那了呀，家暴呢，就是他会因说呢，朋友们几个就是。那我还是讲普通话吧，就是一个家庭里面发生家暴的一个情况的话，女性她自己也是会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她发生一次家暴的话，你一定要去拿法律的一个手段去维权自己嘛？就是很多家庭都不敢，他是说一个家庭的和睦为主为。那就所以说出现这种一个情况的话，女性一直是她自己受到了家暴，但是她还是会一直去忍受，所以说我感觉她就是会放纵了一个男性对她的一个家暴，所以说这方面女生自己也有一些过错项。对，但是我觉得她这个更多的不是一个主动的过错，她是被受害者的吧？你。马上是当年前的马上看这个看过嘛的点，你拍照明年的追求过，你看看，那没来家的有的，然后你看学会的，然后给刚来没了不起，然后说是搞烂这个了吧？其实。那就像嘛的，那开始一看是家暴呢，做那个学过了，引起民经验开始前面说呢，当然普遍看这个刚人呢没人呢，只要发生了家暴，就一定你对他有一个警告，对吧？如果说是一个小的那个口语上面的冲突，那还好是吧？你如果说发生一个身体上的冲撞，你自己也要考虑到那个量的那个大不大？对，那了不忙了，开始朋友经历家暴前的，那之前呢，不得很多看个这样的，那这个嘛的，现在就这了的，这个原东西的，看个这个面的你。其实这个东西肯定是很矛盾的。我自己如果说真的是一个施暴者的话，我肯定是想要获得机会嘛。对吧？但是我又希望就是那个，您先讲个，就让当片来给这。我如果说我自己，俺家家暴的，咱长时间没在喊我说啊，你可是现如果我是一个施暴者，因为下说呢，从我自身角度的话，我可能刚开始施暴那一阶段啊，然后完成以后，我肯定是有一点后悔了吧？那你肯定是希望获得一个机会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的想法来说的话。如果说一旦发生这种事情的话，一定要去警告他。如果说他的对你的家暴那个程度已经是可以危害到你的一个生命健康状态的话，你肯定要去报警。